继续进段的消息，来看民众党举办着北区姊妹会活动，要来争取着女性的支持。其中一个节目是邀请着穿短裙的舞团打扮做空服员来跳舞，结果引来着物化女性的争议，就是把查某人当作是物件。这个复兴航空当初空难唯一活落来的空服员。黄景雅就发文章来批评，伊讲伊看到这款的画面是感觉遗憾佮生气。民进党嘛大来痛骂着郭文铁物化女性。郭文铁的竞选办公室是出面来背会，讲因尊重每一个职业，绝对无物化的意思。穿短裙随着音乐来跳舞，民众党姊妹会活动找来空服员赞声团，不过因是舞团，并不是真正的空服员，希望用做努力支持郭文铁的形象，不过安尼安排所后进空服员真不满。复兴空难唯一活落来技术员黄景雅伫面册顶悬来发文章，表示看到安尼画面，感觉真遗憾，又搁真受气，甚至直接点名郑技师，也就是现今台北市议员张志豪，伊搁真得意家己组一个空姐赞声团，是带头物化女性。我在过去还在工作的时候，在很多场合我都跟他们提过说，为什么空服人员一定要穿裙装？是不是可以设计一套合适的裤装，让他们也可以自由的选择？所以我在这边再次重申，我相信我跟柯文哲主席绝对没有任何一丝丝一毫毫要物化我们空服同仁的这个心。民众党前一天嘛紧急跳出来背会，强调尊重所有的工课，绝对无物化女性的意思。应该嘛是互另名每个变贵。你为什么你的摄影镜头是专注在女性舞者的下半身？厌女不是柯文哲一个人的状况，厌女可能是民众党整个政党病入膏肓，因为它里面有涉及到这个飞机一些的情节，所以呢，这个舞团就做了这样子的设计。我们的所有的过程呢，都是非常的尊重各个职业。要将郭文铁身躯顶讨厌女性的大抓甲掠好掉，姊妹啊晚会活动顶悬找女团来跳舞，所以因为参活动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差真多，引起着观感无好的嫌疑。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